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咧，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面一個嘅少數民族，我哋為佢哋守望。咁呢個諾魯茲節咧，係原來伊朗嘅新年啊。咁亦都係中東中亞穆斯林同埋中國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為咗進入春間生產啦、綠化、美化、淨化環境做準備嘅節日嚟嘅噃。每年自從呢個3月21號起咧，延續3至到15天咁上下嘅。咁佢呢個名稱咧係源於古伊朗話春雨日對應我哋即係春分節氣啦，象徵自然復甦同埋光明戰勝黑暗。咁有位嘅同工咧，喺其他嘅同工離開之後，佢堅持留低，趁呢個節日製作維族傳統食物送俾嗰啲維族嘅朋友，亦都安排探訪，好為主做見證啊！另外一位嘅傳道亦都從沿海嘅地區遷居到雲南嘅山區，孤身一人喺鄉村嘅裏邊深耕公益，呵護孩童嘅成長，關懷貧苦嘅學生，籌措同埋發放一啲嘅助學金啊！佢不畏路途遙遠，探望學生同埋家長，散播愛嘅道種。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天父，我哋為咗真係呢一班，佢哋就係單單希望呢啲嘅族群能夠看見真光，而唔少迎難而上嘅同工們，我哋恭敬嘅仰望你，求主你真係保守佢哋，佢哋能夠喺重重困難底下仍然堅持使命。雖然佢哋嘅夥伴都離開咗，但係佢哋仍然堅持佢哋嘅使命，堅持你呼召佢哋，交託俾佢哋嘅責任，低調嘅做工，傳揚你嘅愛。我求你就差遣你嘅天使天軍24小時喺佢哋身邊，保護佢哋，引導佢哋。當佢哋膽怯嘅時候，你就賜俾佢哋勇氣；佢哋缺乏嘅時候，你就供應佢哋嘅需要。我哋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下個禮拜繼續約定你哋一齊守望神州喎。拜拜。